大家有個見面嘅，包括有我哋導演陳大利、3位演員，2位演員，Loka、細貓同埋陳耀文拍檔。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多謝大家買飛入場戲院睇戲。老人家要睇清楚條好好，3位不如同大家打個招呼啦。係，你好，我係編劇導演陳大利。大家好，我係飾演 David 嘅細貓。大家好，我係阿文。大家睇完覺得點啊？好唔好睇啊？好睇。好，咁我諗3位都可能有啲感受想同大家分享下。冇嘅，即係因為由優先係咪應該咁講？由17年開始構思嘅其實，咁20年頭啦，或者19年尾嘅時候先寫完個劇本，咁去到22年尾拍，今日先至上映。咁其實成個事橫跨咗8年，好長嘅時間，咁百感交集。咁近期就亦都係由優先場到而家啦。咁每一場嘅謝票場咧，都睇到即係個院係接近 full house 咁樣，或者叫做都好多觀眾嚟睇。咁好熱情嘅每一次嘅觀眾，咁呢樣嘢好感動。咁但係現實嘅反應俾我哋知咧，就係其他戲院嘅票房係麻麻地嘅，其實都唔係麻麻地嘅，都應該係屬於好不理想㗎啦。咁呢個令我會好去反思，即係而家即係用我喺即係電影工業啦，即係我呢部電影不代表成個電影工業，只係代表我自己去睇啫。覺得有種好惋惜嘅感覺。咁我會亦都反思究竟而家香港電影文化、戲院文化，即係嗰個存在價值仲有幾多，甚至會引申到去就係個社會上今日星期6日，咁有幾多香港人仲留喺香港消費咧？因為啱啱我頭先有一場咧，係有一個北京嘅觀眾特登飛落嚟，今朝飛落嚟入嚟睇呢個電影去講，咁呢下真係非常之感動嘅，即係嗰個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咯。咁令到即係唔係話要點樣去判斷定點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帶翻出嚟俾觀眾去反思下，即係我哋而家香港係嗰個所謂明天應該點行落去。亦都係呢部電影我透過父子情去講就係疫情背景做一個時代分水嶺之後，我哋香港重新出發嗰個明天嘅精神係應該乜嘢？咁呢啲問題留翻俾觀眾你哋自己去反思。咁係呢部電影想講嘅嘢，係啦，多謝大家。係咁，我同 Loka 其實用咗3個禮拜嘅時間就鍛鍊就去拍攝出嚟俾大家睇到啦。咁啊其實我諗我同 Loka 都係有一個諗法，就係同石頭同埋 David 係一樣嘅。大家可能對於追隨呢個夢想，咁依家可能就係演到香港嘅電影做到港產片，其實就係我哋嘅目標啦。咁啱啱就正如導演所講嘅，咁可能票房上面係唔係話非常之理想啦成績。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同大家周邊嘅朋友去分享更加多，可以令到我哋嘅夢想繼續延續落去，令到香港電影繼續延續落去。Thank you。我嘅夢想追求咗好耐，就係《奪命三郎》。咁追咗30年，先至追到呢一部戲。咁呢度如果大家係即係有追隨我，有跟住我陪住我成長嘅，咁即係多謝陳大利先生。咁呢個就俾個機會我去好盡情發揮一個比較飽滿嘅角色。咁我知道一路咁多年，好多朋友都好支持我，睇我好多戲啦。咁由劇集由唱歌變劇集，劇集變電影，好多過程，好多歷程。咁喺拍《奪命三郎》時候分享下少少，就係因為其實嗰個時間都係喺我哋2017年就開始，我同導演大家默默傾下，就醖釀咗一個咁嘅故事出嚟。當然即係，但導演已經好有一個具體嘅架構，咁即係一路走落嚟，由2017年嚟到今日，咁啊，所以當中有好多滋味嘅，好難一下子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不過希望即係話，唯一一樣嘢冇變嘅，時間變咗咁多，但係唯一一樣嘢冇變嘅就係我哋對電影仍然係充滿夢想。同埋係希望可以拍一部好勵志，即係比較真係香港，絕對係香港人睇嘅電影咯。咁唔知大家睇完有冇感唔感受到？感受到？感受到啊 ！OK， 係啦，香港人
好需要一啲多啲嘅正能量去繼續打拼落去嘅。咁所以打拼未必一定會贏，但係咧就都會保持呢個精神啦 ，keep 住啦，係啦。即係好似歌詞裏邊有一句你未聽到首歌我可惜，即刻唱嘛！係喎，好。咁我都想係好似講講你哋。咁你可以上網聽到嘅已經有㗎啦。聽咗好耐㗎啦。係啊係嘛 ，OK。咁不如俾啲機會大家發問下好唔好啊？我都想聽下大家嘅意見。係啦，大家如果想分享，好呢位先生。想問下導演咧，你原本個構思係一個類型片嘅黑幫類型片啦，定係一開始諗要言志啊，講下啲其他香港故事咁樣嘅？人物電影，一開始一路都係人物電影，或者最開頭係想好文藝術片咁樣嘅，咁都有泰拳嘅元素喺裏面㗎啦，但係一路都唔係當一種類型片或者動作片嘅，咁但係去到投資方嘅時候，始終會有一啲喺市場上嘅意見，咁我選擇咗配合，所以裏面嘅動作啦、拳擊或者啲江湖上嘅打鬥啊等等類型嘅感覺啊，會加強咗。但係喺我自己嘅編劇執導之下，我一路都當呢個係一個只係會形容為有商業元素嘅言志電影嚇，係一個文戲嚟嘅，動作戲係推動緊嘅文戲，就唔係文戲去推動嘅動作。同我之前一路做好多動作片嗰種係一種爽片，係兩種類型，係完全係一種思維應該話。咁所以裏面都文武都兼備嘅呢部電影係咯。唔該晒導演。好，仲有冇觀眾想？呢位哥哥。想問下細貓咧，戲裏邊咪話你阿爸影響咗個拳賽咧？如果俾你揀多次老豆，你會揀沙皇定係？呢個問題其實大家即係問得非常之好啊！大家其實咧，如果有機會二刷嘅時候咧，其實導演其實已經安排咗某啲嘅鏡頭喺當中咧，就係、是、其實 David 係好羨慕石頭嘅，因為有好多嘅無論唱即係喺唱 K， 大家喺嗰度有個打鬥嗰段咧，其實阿沙皇哥係有一個教咪好有型喺中間俾人哋群口嗰度咧，其實大家會見到David。對於點解嗰個爹哋，人哋又係爹哋，點解呢個爹哋會咁做，人哋嗰個會咁做咧？又會有啲好羨慕嘅眼神啊！去到後邊其實無論去到嘈交嗰下，其實佢都係第一次衝破咗自己嘅，即係同自己自身嘅爹哋，終於都要反駁一次啦！即係覺得唔係呢樣嘢，係咯。咁其實佢喺佢心底裏邊，同埋導演同我去傾嗰個角色嘅時候，建構嗰個位置其實都係要，其實係又羨慕又恨呢一樣嘢啦。Thank you，好，時間關係，仲可以問多一條，有冇人想分享或者問問題？我想問因為其實阿譚同埋阿浩南哥已經好有型咧，搶晒套戲。咁咧，佢哋兩個後生點解唔最尾嗰時真係打翻場咧？打得半場太少咯，我覺得。明白。呢個就我要講即係劇本上嘅嘢啦，即係因為頭先講咗部戲係一個其實明天三部曲第二部曲，咁我借疫情嘅分水嶺去講香港明天點行。咁其實你講嗰個動作嗰個拳賽，佢係一啲劇情嘅工具嚟，唔係真係我講緊嗰個臨尾兩個年輕人係咪攞個金腰帶嗰種套路嘅拳擊片。因為戲裏面我係講緊，亦都係一個新舊交替，譚哥三郎。係上一代，石頭有佢嘅夢想，想揾一個新嘅身份，但係因為一啲不公義事件令佢攞唔到，最撚尾係爸爸去幫佢攞翻條腰帶嘅一個重賽機會啫。咁呢一個 point 先至係我最後尾想講嘅嘢，而所以變咗嗰條腰帶啊，即係佢哋贏唔贏都唔係最重要，係一個機會有冇得再重新開始過。所以亦都再強調就係、去到最後尾醫院嗰場，其實係亦都係一個重點啦，即係。嚟自於一部藝術電影，以前叫《單車竊賊》，佢講二戰時期咧，即係之後從個社會點重建，嗰、那個父親偷完，即係俾人打，最後尾俾人單車俾人偷咗，佢想攞翻偷人另一架，點俾一班人打，但係最後尾個鏡頭係佢個仔好細個嘅，拖住佢隻手繼續行落去，即係嗰個重建社會嘅開始，原來一段關係嘅修補。咁我呢個 point 咧就喺個醫院嗰場戲，變咗一個醫院嘅戲，就係、是、兩父子之間嘅一啲對白。
謹慎。即係你又想學人做仔關心老豆唔得咩？咁我覺得嗰個所謂嘅明天咧，就係一個修補關係嘅開始，即係用修補關係嚟建構一個新嘅明天。呢個係喺呢部電影裏面去講嘅嘢，所以我一定要喺呢一個 point 裏面要完。如果多到拳賽就變咗第二樣嘢，咁就係咁。Thank you， 唔該晒導演，唔該晒三位。咁我哋係不如成日都係啦。咁我哋不如喺完結之前都請三位同現場觀眾影張大。